自我2026年3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的羊听我的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约翰福音第10章22节到4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。约翰福音第10章。耶路撒冷拄在庆祝献殿节，迄时是冬天。耶稣伫圣殿的所罗门走廊伫行。犹太人甲耶稣围地，对伊讲：“你要互阮猜疑偌久？你若是基督，就照实甲阮讲。”耶稣应讲：“我已经有甲恁讲，恁毋信。我奉我的爸的名所做的代志，得为我作证。毋过恁毋信，因为恁毋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捌因，因缀我。我赐因永远的活命，因永远袂灭亡。无人会对我的手甲因抢去。将羊赐予我的爸，比一切较伟大。无人会当甲羊对爸的手抢去。我甲爸是一个。”犹太人阁摕石头要甲伊钉。耶稣对因讲：“爸有叫我做真侪好代志，我拢有做互恁看。恁是为着倒一项要用石头甲我钉？”犹太人应讲：“我要用石头甲你钉，毋是因为你做好代志，是因为你亵渎上帝。你不过是人，要求自称做上帝。”耶稣讲：“恁的律法敢毋是有记载？我讲恁是神。”圣经的话永远袂改变。既然上帝称呼遐个接受上帝话的人做神，安尼我是被分别做成，搁差遣入世间的，是安怎我讲我是上帝的囝，恁就讲我亵渎上帝？我若毋是伫做我的爸的代志，恁毋免信我。我若伫做爸的代志，虽然恁毋信我，嘛着信我所做的代志，通互恁较实在，爸伫我内面，我伫爸内面。因阁想要甲伊掠，伊就脱出因的手离开。耶稣阁过去约旦河对岸，到较早约翰甲人洗礼的所在，伫遐住。有真侪人来见耶稣，讲：“虽然约翰无惊神掠，伊所讲一切关系这个人的代志，拢确实。”伫遐有真侪人信耶稣。我的羊听我的声。献殿节，犹太人阁称作光明节，因期待上帝应允的弥赛亚阁再降临圣殿，为因点灯未火去的烛火。伫即种特殊渴望的情节下，群众对耶稣自我宣称是好牧者和羊的门，感觉也期待，也惊受伤害。所以，因爱耶稣，莫阁再互因嫌疑，请坦白甲因讲，伊是毋是基督？对这，约翰福音提供明确的答案：耶稣就是迄顶点灯圣殿光芒，正做救赎中保、受册内的基督。只是犹太人犹原存疑，原因在于人总倾向听家己所爱、所渴望的。相信的关键往往不在伫理解，是拄着的时会聆听。这毋是声波的传递，也毋是理性的铺陈，搁较毋是数字的罗列，是彼此愿意放下既有观点，
互相做见证，伫相遇后同行。伫圣殿的现场，迄无法度对耶稣讲阿免的群众，就此无搁再军队。约翰福音记写耶稣对因毋信的回应：我已经有甲恁讲，恁毋信。我奉我的爸的名所做的代志，得为我作证。毋过恁毋信，因为恁毋是我的羊。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捌因，因缀我。面对人的毋信，耶稣一方面甲伊奉上帝的名成就的事当作证据，另外一方面用互属的关系感叹现实的遗憾，伊无法度叫所有的人拢活过来，只有属伊的羊才愿意聆听伊的声音，搁跟对伊。过去我捌受到侪位牧师的牧养，有一寡牧师就是互人感觉有隔界。虽然因对我有教导，却无亲密感，总是免烦恼，只要有一位值得跟对的牧者就够啊。后来我担任牧职也真久，耶稣所讲迄种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捌因，因缀我的附属感，也哪来哪深刻。一方面，我伫面对信徒离开家己牧养的教会的时，通放过家己，无搁再过度自责；另外一方面，我搁较珍惜即种彼此互属的契合感，互我会当按照上帝的引带来牧养遮个信徒。有一寡话讲，有一寡物件因为有价值，所以有人爱；有一寡物件因为有人爱，所以有价值。对信仰生活含伫教会服侍的经验中，我深刻感觉家己是属伫后者。我伫牧职上的价值，并毋是因为我有真好的能力，也毋是因为我有梦上水，也是因为我真成功。更较宝贵的是，因为我对爸上帝感受到甲伊合一的亲密感，是即份亲密感，互我听见耶稣呼唤我名字的声音，互我甲伊对调调。默想，每当家己感觉失落，感觉家己一无所有，搁惊吓的时，我还是会互耶稣一个木马笑无。当我保有耶稣甲爸上帝合一的亲密感的时，这个木马笑会成做我失落无力的时的力量。每当家己感觉失落，感觉家己一无所有，搁惊吓的时，我还是会互耶稣一个木马笑无。当我保有耶稣甲爸上帝合一的亲密感的时，这个木马笑会成做我失落无力的时的力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愿我毋是点倒家己内在的光，愿我也毋是自我填满空虚，愿我一心一意简单要听耶稣主啊，互我简单愿意因着你的怜悯来祈祷。阿免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